可能还有风台咯。这气象局表示讲，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形成，其中一个上近伫拜六就会变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。气象专家也分析讲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真晚，若准变做风台，才有可能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啊。不过，伫咧这进程呢，咱也是爱注意这西北风灾情。气象局表示讲，未来1礼拜拢是雷公雨的形态，特别是山区就要注意这大水雨影响。 雷公空空叫，雨势就无歇。过道热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，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1礼拜天气的形态是拢差不多，日时高温差不多32度至35度，下晡会落西北雨。不过拜四拜五，过道的雨会较淡，各地山区要是要注意部分地区会落大雨。明后2天午后雷阵雨其实会比周1到周3，就是包含今天的午后雷阵雨稍微缓和一些，但还是要注意哦，在整个各地的山区及大台北地区，还是容易会有大雷雨出现。 特别注意的是，气象局上新观测显示，目前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，其中一个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。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增强，加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。气象专家分析指出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真近，若发展做风台，就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 因为它其实就在我们的东南方，甚至不到100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了，所以说它一旦有机会往台湾靠近的话，气象局很快就会发布这个台风的警报。气象局强调讲，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了真慢，而且无明显导引的气流，未来这几天会伫原地所在拍酷势，按算后礼拜一高压增强，才会开始行线挖进台湾。未来会向南边，也就是向巴士海峡的方向行。 或者是向北边挖进台湾东边的海峡，拢是有可能，无确定性也真大。所以会持续密切观察伊行线的路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